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比。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网络传讲无要互救援人力入灾区，前进协调所强调是假消息。另外，若伫灾区边受刮着伤，医疗站会当作破伤风。今日早起有一粒轻度风台形成，虽然未直接对台湾来，外围分析有可能造成花莲台东恒春半岛落准雨。警员台港大抢连电，风声要求供应商到明年度降价方案，而且要降15%以上。为着要拼这中秋进前，和花莲光复乡恢复正常的生活，目前灾区内底2个加油站都已经开始营业啊。不过因为这机面的车多数都已经进歹去，来加油的拢是一挂工程车甲怪手，人客是减超过8成。也那这现场的状况是安怎？咱请第2台记者陈阿轩、柯炳哲带咱来看。是主播帮刷湖在前到搭已经第10天啊，光复加油站伫昨就一定开始营业啊。不过伫透早到搭基本上是无啥物人客，因为当地机面的车、乌托邦早就拢已经泡水啊，早就歹去啊。咱来听现场上新的一段访问。今嘛都剩这个3辆车呢，没有了。我们的车，我儿子上班的车都被水冲走了，没有。摩托车。有一台在这里也被冲走了，没有了。啊，伫咧平常时是差不多几台？250到270啊，250到270左右。啊，这阵剩几台？这阵到50台左右啊。啊，普遍今仔来加油拢是啥物车较济？工程车较济，少数的是乌托邦，少数的无泡着水的。除了中油有开放用油、台电和台水也派大量的人力来到现场做抽修，帮助居民恢复正常的生活。台水表示，目前光复乡已经拢有水，只是水道水管尾流的所在水压较低。另外，经济部也讲，受灾居民伫9月份和10月份拢是唔免交水电钱的，希望拼中秋进前，幸福居民一个清气的生活。以上是记者第2选柯炳哲伫咧花莲上新的连续报道，咱甲时间交予主播。光复灾区暂时清出9800外栋的粪扫甲烂土，由外咧争取讲中秋节进前会当复原。今日早起，某这职业篮球队30几个人去倒清光复国中。另外，即阵伫咧网络顶是有人咧传讲，暂时无要互救援人力入去灾区。前进指挥所是强调讲，这是一则假消息。灾区有关是真需要人斗相共。工具带起就往光复国中去了。花莲光复乡救灾高增加成立军透早镇压球队也来到3天，加上队职员总共35人，拢去光复国中协助清理。就会很心痛啊！我们球队能帮忙就帮忙啊，大家都有了，希望可以来这边帮忙，就是大家这个灾情的部分。让居民合力清理，才出动255台机具近1000人，清理粪扫量有9861栋，是最近上悬的量。各导致清沟工作，按算车至世界中央地方要拼中秋节进前复原。家户7个灾区。家户的垃圾的清理，目前的进度是88%，那么道路的清理跟垃圾的部分大概是30%。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家户的垃圾持续丢，我们持续清，我们日夜都清。针对网络讲救援人力暂缓进入花莲光复的消息，先前协调所澄清无确保志工暂缓进入这消息，也强调对志工需求拢无停。不过水利专家经队长部长李宏源表示，若家己是指挥官考虑可能将病菌带出花莲，也呼吁大家唔通进入灾区。我们有疫苗的注射之外，请军方还有县府的环保单位，还有这个军方的化学兵的单位。在每一天都做消毒。按照今天的这个需求量来看的话，我们今天的志工也会超过1500名左右。我们对志工的这个需求是没有停止的。一般我们观测的传染病是类鼻菌，还有风土等。那这2个疾病可能会很强，重点在志工的自我保护。到7日早起8点30分为止，死亡人数18人，失联人数6人，受伤人数151人。帮川河规区要搁伫咧解除红色警戒3项条件写出来，包含帮川河溢流流量是毋是达到危险地步，毛太安溪光复乡危险溢流爆发广告的状况，也搁有准深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
公福灾区嘛有真侪动物伴着伤，受这兽医去急诊轮流间照顾。另外，这灾区咧摒扫的时阵，嘛有袂少人伫咧过程当中切着伤、挂着伤。中央是已经送破伤风的有风写过，逐工拢有900人去做。搬冰箱嘛，就滑过去，滑过去就铁片刮到。透早摒扫厝内手骨划着伤，会一直流。医师治疗了后，建议爱注破伤风的疫苗。灾区成立的医疗站处理切伤、刮伤等外科病患，在后逐工拢有200人。中央嘛支援药厂捐送的破伤风疫苗，提供有需要的灾民甲志工免费来做。灾区有时候一些细菌啊、土壤哦，有些比较脏乱，所以绝大多数只要有伤口的话，我们尽量就是还是给他施打破伤风疫苗。如果没有打的话，它进入我们身体哈，甚至会进入那个中枢神经呐。其实，在灾区现场，不仅人的照护很重要，灾后也有兽医师进驻，提供义诊服务，关心毛小孩健康。为猫仔狗啊到牛宠物伴，若是有状况，饲主随传来予医生看。现场有志工引导加专业兽医诊断，因为造大水，动物嘛受灾，无论厝内饲的还是流浪动物，拢伫义诊的范围。它就是它身上有虫，然后我不知道它皮肤为什么一直掉，好像掉屑屑一样。我们24小时驻点兽医师，然后还有宠物物资的发放跟一些问诊，目前已经累计大概救援120只以上的猫猫狗狗，或是像我们曾经还有民众送鹅啊、乌龟。大水锁定花莲光复乡灾后的复原重建，无论日夜伫进行，官方甲民间持续投入救灾，互灾区的各灾民拢会当尽量得到完善的照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天气，今日早起受一粒轻度风台麦迪5形成。这气象署是讲，伊的路线较偏南，未直接对台湾来。不过，伊的外围云系有关系造成拜5、拜6，花莲、台东、恒春半岛落准雨。也若是中秋连假的天气，顶部拢是好天，过道就是山区甲中南部会落雷公雨。这几天台湾天气稳定，各地头不止啊小热，花莲灾区嘛继续在救灾。也毋过台湾注意，气象署指出，台湾的东南风，也就是菲律宾东边海面，伫咧初日早起8点已经形成第21号轻度风台麦迪5。气象署表示，这粒风台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外围云系拜5、拜6的影响着华东甲恒春半岛会落准雨。这次的台风，因为它的位置相对比较南边一些，所以影响到我们的外围云系，虽然会带来一些水汽，但是并不是很强的旺盛的对流，所以花莲、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那但是整体的雨量跟雨势并不会到太大。再来中秋连假期间，礼拜到拜一，气象署表示，这段期间麦迪5风台的路线已经较往中国去，所以台湾附近上主要是受到高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顶部拢是好天，不过过道山区和中南部较会上雨。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拜5到礼拜，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会有较强的阵风，沿海嘛就要注意等应。中秋节这段时间，台风已经逐渐在接近中国的沿海了，台湾附近又恢复到比较以高压影响为主的天气，所以在上午、白天这段时间，天气一样是以晴朗炎热为主，但是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以及中南部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气象署表示，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未来热带系统也有可能继续发展。打算后礼拜6前后，也就是双十连假，热带系统会较往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不过，敢有可能会形成风台？气象署讲，也有变数，要去观察。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来看另外一搭灾区南环公路，因为顶一粒风台落大雨，土石放落来转转去。目前是已经有修理出一条车会当过的便道，通好送物资入去内底，互部落的居民。不过，即阵这居民嘛发现讲，南环新母路口水头水路是去互土石顶条咧，惊讲嘛会变做崩山湖。林保署是讲，这水路是无规个塌死，目前未变做崩山湖。长期的南环公路东段，目前已经铺好货车行的便道。不过，伫南环山区的蛤蟆部落对面的山壁，有会当看到山头的土石继续咧落落来。伫顶个月27，台东县区就发现土石落到山谷的新母路口，甲溪道塌掉咧。虽然山谷距离当地部落关渡阁有大约100公尺，但是居民烦恼讲，若是溪流塌掉咧，又搁熊熊落大雨，水尾产地可能会受灾害。到现在还在
那个还在看呢。我们是还好，被危害的应该是出来那个稻田了。林保署地动分署7月搁再进行空气的检测，发现溪谷已经有水流出来，水位也继续下降，暂时未形成崩山湖。回堵的区域水位明显的下降，河道中有明显的沙洲，显示逐渐的已经恢复到自然的河道状况。林保署地动分署强调，新埔路溪水头土石放落来量体有9.8万立方公尺，目前渐渐被溪水抢走。原来这个地点离水尾的出来桥有16.5公里，被马上有危害。会继续监控，发现问题会提前预警通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回花莲讲福崩山湖的灾情，是咱台湾头一遍面对这么严重的一大水的灾情。今日有一张论坛，就气象专家表示讲，由这气候反常，雨水是加增高，这会间接造成这回的灾情。土木学者嘛呼吁讲，未来若要处理这款崩山湖，就要下部会合作处理，而且嘛建议讲会当成立防灾总署，来因应未来愈来愈多变的气候变化。花莲光复乡崩山湖崩花带来严重的灾情，救灾的工作要持续咧进行。各界嘛对崩山湖形成的原因、甲特例等等的机制展开讨论。7日的一场论坛，气象专家分析今年的气象资料，强调受到极端气候、天气变化大的影响，海水的温度加悬，规片低压带瓦来，间接带来超崩大水雨，形成马太鞍的崩山湖，落尾做大水。今年非常的特别，这个累计量已经是接近纪录或破纪录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极端现象。大家还有印象吗？7月我们是整个月都是几乎都是下雨。土木学者表示，台湾处理崩山湖的经验其实袂少。崩山湖在7月份形成了后，研究团队拢有咧监控，不过大水来进前，要一个手甲8,000人疏开，确实有困难。建议未来都要下部会合作来处理。8月、9月就跟着说，我该疏散，还是该去做爆破，还是该去做疏导？那问题呢，就会像前面8次的堰塞湖的成功一样，这一次就是没有问题，可能有财产损失，但是不至于有人命的损失。来参加论坛的学者表示，这个案例伫咧救灾防灾是真宝贵的，都要把处理的经验传承落去。未来透过科学对话甲行动，思考风险的管控，嘛建议政府敢是当成立防灾总署，来因应未来多变气候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马太安溪桥去互大水冲断去，交通单位早起有过去勘查。10月15就会先抢通一条暗坑便道，所以才过去第2阶段的更替便桥。也若是全新的桥，就要等到后年116年才起会好势。新桥的标准会，新桥防大水的标准会有关到200年。大型的机构甲大涵港再去现场继续赶工课。经济公路局规划抢修3个阶段，虽然第1阶段暗港便道有工期较短的优点，不过敢若会当做紧急的方案。第2阶段会搭更替便桥，已经较前路线较工法，更替便桥桥面下底会比原底桥较悬1.5公尺，明年1月底进行通车。第3阶段长期中建方案会伫115年年底单线双向通车，116年全线改建完成。2015年底单向桥梁通车的时候啊，它是先做一侧，先开放让南北来往的就走这一侧，然后它再做另外一侧的桥梁。116年年底应该会完成。7日现场清土线的量，目前已经达9861栋。公路局工程人员去马太安溪溪埔地势较低所在会勘，嘛设置水位监测的设施，监控便道通行安全。交通部讲，未来伫原地所在中间的马太安溪桥，防做大水的标准加倍，提高到200年的标准。土木专家指出，附近的车路嘛要做伙考虑在内。如果要变成桥，等整个桥面也可能会提高提高周边的道路跟桥要连接的道路，要怎么也是跟着去配合这需要多花一点钱。学者认为讲，200年防大水的标准，伫先进国家内底已经算是真悬的标准，工程的经费嘛会大大增加。附近对外的车路，这个标准嘛要做伙提升。不过上界重要的，也是要回归到灾害预警的机制，避免类似的悲剧搁一届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市区早起7点外是有3间透天厝着火烧，这报案的民众讲，这火是对农药行生倒起来的，因为这边啊就是加油站，现场是真危险，消防队并是主动火势团开，而且因为佮拄好当着上班时间，这嘛造成附近大塞车。阵阵的乌烟冲对天顶去，不时过当看到红红的火。屏东市民生路顶3栋徛做火透天厝，早起7点外，有民众发现有乌烟对中迄间农药行冲出来，而且佫有爆炸声，一家一个赶紧报案。无偌久的时间，3间厝拢烧起来。我就刚才想说，你都不知道有爆炸声吗？他还傻傻的，我后来赶快我打2通，一通119，一通消防队啊。那时候是哪一间先烧的？中间。割草机那间，刚才住伫透天厝的人拢走出来，无人受困。不过边仔都是加油站，而且火佫一直咧炭，加油站业者紧急做拍火准备。因为它紧邻我们的泄油口，紧邻我们的泄油口，所以我们非常小心，要特别留意。你们第一时间有自己先做所谓的？有我们的灭火器，当时都有拿到旁边啊，我们要盖一个。那个防火毯，因为拄好等到上班时间，这场大火也造成民生路甲广东路出现大塞车。消防队表示，初步掌握是无人员受困受伤，加油站这边已经有做保护，不过火已经炭对边仔药局甲仓库去，现场也持续抢救当中。人员都有加派水库车前来支援，但目前又有延烧到隔壁的啄木鸟药局跟它后方的仓库，它有存放大量的农药跟一些溶剂等等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将。火势范围先控制住。因为现场有囤真侪高度火物件，火烧超过3点钟，消防队是持续控制火势。屏东市长也赶到现场，除了慰问民众，也启动紧急应变，会先将受灾户送去饭店安置。记者柯家库朝阳，屏东采访报道。同款是屏东的消息，屏东科技大学明祥体育馆头前，昨下晡是有18岁学生骑车弄到分隔岛，学校赶紧甲人送病院，因为是救无转来。其实屏科大不时有学生来出车祸，这2年都有3个人死亡。骑机车的查甫囡仔转弯的时阵，愈来愈挖近道边的树啊，弄到分隔岛了后，倒落毋知人。车祸地点是伫学校明祥体育馆前，下晡4点外，今年大学1年级4区的男大学生骑车经过失路，撞医了后也是死亡。我昨天上课的时候就听到外面有救护车，然后我下课的时候看到这边就这边就站很多人。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体育馆前学府路发生一件学生骑机车不慎自摔案，详细自摔原因调查中。学校讲，拄啊入学的新生拢有用讲座的方式宣导行车安全。校方内底定定发生事故的地点，嘛要甲当地警方会勘进行道路改善。开学的时候就对学生做交通安全的宣导，包括讲座。包括机车驾驶训练，特别对大一的新生。初二早起中会现场有看到事故地点周围有提醒学生囡仔减速的标记。学生囡仔认为车祸这么多，主要是车速上紧。就是要慢慢骑啊，然后过弯也要小心，要看一下左右来车这样子。老师，学校跟你们讲了？有，学校已经有通知了。屏科大校地将近300公顷，真宽，所以开放予学生囡仔伫校内骑机车。不过车祸的事故嘛真济。今年4月，学校附近车路发生学生囡仔去一条转弯车不幸死亡。2年前嘛，伫体育馆前发生过学生囡仔家己失事。统计将近2年，车祸至少夺走3个屏科大的学生囡仔性命。警方嘛提醒，无论是校园内外，骑机车爱遵守速度限制，维护别人也甲家己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东区中华路桥要爬起的路口，顶个月是发生死亡的车祸，而且这已经毋是头一件。当地民众就质疑迄台车道设计无妥当，交通局是回应讲，2礼拜内会提出改善的方案。顶个月23，台南东区大东路二段参中华南路一段交叉路口发生一桩死亡车祸，40多岁查某人骑机车，无意外甲大货车相撞。对行车记录器来看，迄当时机车骑伫咧货车边啊，后来哪像是要去离路桥时，因为路桥道路缩减，路桥参货车出一个棚，地司骑机车会着轰弄到，不幸过身。其实这嘛毋是头一届，因为同款的所在嘛发生过。在地民众对这交通设计提出不同的看法。汽车好改做一道去，自然伫迄边的12路要起来，车就会降慢啊。你用甲安怎无？取消左转，我弄对称。对。
了解。你要左转，你莫左转，你就插过啊，佮伫遐西头佮划过就好啊嘛。市府参平台有去会勘啊，原本中华南路一段是4线道，内边是倒弯专用道，汽车拢通通行外边甲中央2线车道。毋过要上路桥，路面敢若剩2线，空减缩减，机车就要客去边啊，事故风险增加。有民团建议，甲外边改成正越车道来处理。毋过交通局考量到路桥佮有车道的存在，那强逼该安尼，颠倒会互原本要上桥的人产生车祸。如果他们需要到桥边，那他也可以利用第二个车道直行的车道进入桥边，因为他在过程中，他旁边已经没有车流了，所以他这样的偏移是安全的，跟原本的问题从外面压缩到内侧，它是完全相反的状况，所以这样会比较安全。交通局这边初步会提出采用加强疏导的方式，或利用车道重新调整的方式来做改善啊。目前路桥跨度敢若20公尺，无法度去拓宽，敢若会当伫起立桥进前加强管制。加上路桥后面还有徛街，附近还有国校后门的出入口。交通局指出，按照2礼拜内提出正式方案，佮会去当地办一届会勘。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南投埔里大城里有50户是一直收到检举的罚单，一礼拜就收买50张。这罚的拢是居民甲这乌多摆停伫咧顶仔骹。不过居民就反映讲，因拢是停伫咧因兜门口的顶仔骹，无去影响到出入，安尼就接罚单实在真无理。建议公管府会当参考台中的管理办法，放令顶仔骹的停车限制。我们这样子一次就被开2张单。我们一天的辛苦钱就这样没了。在这排差不多50户民众，连续几啊礼拜直直互人检举，提罚单来向里长表达不满，因为因甲车插伫徛街头前的顶仔骹。不过最近定定互人检举违规停车，大城里这民众一礼拜就收到差不多50张罚单。居民认为无影响到出入，却直直互人检举，感觉真无理。是咱来乌多摆，爱叫阮放伫路边。袂使放伫遮，乌多摆，因为你袂影响到人行嘛，路边嘛，搁较危险的代志。劝导啦，或者修法或免于说来开罚。如果是假日的话，几十张都有可能。南投县议员陈义君表示，交通部伫2023年11月有发文各县市政府。会当照管理配套需要，公告顶仔骹停车实施宽度免计划区域，时段也是期间，只要留过路行路的空间。亲像台中市就公告，除了伫禁止停车区域以外，宽度伫3米以上的顶仔骹停车，会当放机车甲自行车，不过要保留通出入的空间。建议管府对咧安尼做。3公尺以上。机车它就可以用垂直道路的方向来停放，安内电影公嘛，袂影响到行人通行。召开相关的会议，就骑楼开放及停放机车的一个条件、留设行人的空间宽度，还有违规举发的一些问题来做讨论。南投县政府指出，会邀请各乡镇市公所、建设处、警察局开会讨论。参考附近县市的做法，针对开放顶仔骹停车条件、过路人行路的空间宽度、违规安全检举这个议题来讨论。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纽约一栋公寓将是熊熊爆炸，将头壁放起，这是6个柜头卡加在无人伤亡。初步判断应该是通风井迄搭崩起。23楼悬的通风井规片崩塌，当弄向地面，砖仔甲冷气机散落伫游乐场附近。纽约布兰克斯区的米切尔公寓，在透早8点外传出爆炸声音，当地居民惊吓逃生，讲亲像恐怖攻击共款。And watching out the window, I see a big smoke, real big smoke. I get panic. Then when I hit the second one, is when the wall fell out. I'm starting to get nervous, panic. I cried. That brings me memories from 9/11. 纽约市长亚当斯指出，大楼顶楼房通风井爆炸，后结果崩塌。佮讲这是重大灾难，被积极避免。感谢政策部门反应正紧，强调居民安全是第一任务。纽约消防局长表示，已经出动搜救犬来检查，初步确认无人受困。We received reports of an incident involving the chimney to the boiler room here at NYCHA's Mitchell houses. This resulted in a partial building's collapse. We are extremely fortunate
At this time, we have no loss of life or no injuries. 而且，公寓社区有10栋大楼，居民3500人。长期以来，纽约市房屋管理局的公共的厝被批评设施老化，受气甲热水无稳定漏水生果这问题。这栋大楼1礼拜之前捌发生火灾，造成一个少女重伤送医。紧急事务局表示，会检查大楼结果，表示安排住户暂时撤离，搁赶紧恢复甲事甲休憩。当局目前继续清理现场，搁调查爆炸原因，强调会确保公寓居民的居住安全，避免悲剧发生。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希腊是有几内大城市，当地初一超过8000人行街头抗议。因抗议的是这政府提出的新的工时制度，要改做一天上长会当上班13点钟。这工会就烧酒罢工，火车、船帮全部拢停驶，学校、病院、政府机关无人上班。希腊首都雅典甲第2大城塞萨罗尼基，初一计共有超过8000人上街头抗议总理米佐塔基斯政府准备提出的13点钟春秋工时制度。2大公民营的部门工会做几大罢工，铁路、公路、船运交通全部暂停，学校、病院、政府机关也拢无人上班。国会大楼头前的广场组织大阵的示威民众。Το 13ωρο είναι το τέλος της ζωής μας. Σκεφτείτε να δουλεύουμε από τις 7 το πρωί μέχρι τις 8 το βράδυ. Δεν υπάρχει ζωή, δεν υπάρχει τίποτα. Και αυτό μόνο και μόνο για να επιβιώσουμε. Αυτό. 希腊当地咧渐渐脱离债务危机的恢复阶段，去年经济成长率有2.3%。不过，对多数的劳工阶层来讲，加薪水甲关物价犹原是主要的问题。当局强调，研究当中的春秋加班制度并不是强制，单年上济敢若会当37天，劳工会当加赚40%的加班费。希腊允准每礼拜工作6天，服务业亲像是旅游、餐饮等等行业的员工，伫大月时甚至常常无例假日。全国每礼拜平均的工时是39.2点钟，比后面平均的时数35.2点钟更较济。Στενάχωρο, οι εργαζόμενοι πάνω από 100 χρόνια πριν σχεδόν από εμάς έδωσαν μεγάλους αγώνες ακόμα και με το αίμα τους και με την ίδια τους τη ζωή για να πετύχουν το 8ωρο και το σταθερό ημερήσιο χρόνο και τώρα όλα γυρίζουν πίσω γιατί πρέπει κατά τη γνώμη τους οι επιχειρηματίες, οι καπιταλιστές να κερδίζουν συνέχεια και περισσότερα πατώντας πάνω στους εργαζόμενους. Δεν θέλουμε να περάσει αυτό. 建筑工会代表向发新社记者指出，超时加班、疲劳是工伤的主要原因。敢若是因这一度已经发生20宗致命性的工伤意外。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世界真有名专门研究黑猩猩的专家珍古德，昨伫咧美国加州过身，食到91岁。这位来自英国的科学家，除了研究黑猩猩以外，在生时阵嘛常常呼吁人类要爱重视气候危机。美西时间10月70透早，珍古德研究所宣布珍古德过身，后这场伫加州举行的政治活动，临时正做对事场合，现场气氛哀切。Jane Goodall Institute has learned this morning, Wednesday, October 1st, 2025, that Dr. Jane Goodall, DBE, UN Messenger of Peace and the founder of the Jane Goodall Institute, has passed away due to natural causes. 英国伦敦来珍古德1960年一人去非洲坦桑尼亚，伫贡贝斯国家公园的黑猩猩保护区展开数十年的研究。伊拍破迄时阵学界，敢用数字记录动物的传统，为黑猩猩命名，观察因的家庭情感，佮证实黑猩猩也制作工具拍蜡，解释人类照顾的行为的定义。透过国家地理杂志甲纪录片，珍古德将黑猩猩的世界带入去全球的家庭，成做迄时阵小名女性科学家之一，也开启后续女性灵长类研究者的道路。后来，伊豆豆将焦点转向环保甲气候行动，推动教育计划甲保护生态地。We're part of an extraordinary species, and we will only achieve our true human potential when head and heart work in harmony. 珍古德后半生转向全球环保甲教育行动创办更加嘅计划，伊去世界各地推动保育，得到英国国会、法国人权军团勋章甲2025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即卖伊过身，留予大家科学突破甲英属理念并存的遗产。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
宜兰苏澳甲日本石湾市早期为着渔业合作是结做姊妹仔市，到今已经30年啊。石湾岛当时带团去苏澳参加纪念活动，而且因为因看到这花莲工会灾情真严重，因嘛有设这捐款想要斗相共。苏澳镇长李明哲甲日本石湾市长中山义良双方签灾害应变国际合作协定，未来对方若有灾难发生，会当向对方提出支援的请求，通好资讯共享，提供物资。苏澳镇请台湾艺术大学协助修复30年前甲石湾市结做姊妹市的影片。迄当阵双方透过这个方式做渔业的合作，即卖合作已经扩大到观光、体育、教育。今仔日30周年纪念活动。嘛讲好，若有灾害会互相帮助。带团来台湾的中山义良嘛讲，已经伫石湾市役所1楼捐捐款箱，为花莲房山大災害募款。この度の花蓮での水害に対して多くの被害が出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心からお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で亡くなられた方のですね、ご冥福心からお祈りいたします。募款按算到31结束，下甲乌那国岛募到的钱，做伙捐予花莲的灾区。日本希望尽上大的拍拼，协助灾区早日重建。石垣跟苏澳哈，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气候都很相像，所以可能都有台风啊，还有水灾的情形发生。所以我们这一次那在石垣市长特别的这个提出来，要签订这个国际灾难这个自助的协定。苏澳镇甲石湾市每10年都会签一届有关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领域的备忘录。即马大环境转变，天灾真恶预测，双方签署上新灾害应变国际合作协定，以两地居民的安全为优先的考虑。未来灾害若发生，互相会当支援，嘛互灾害应变会当更较有春秋。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复区的灾民，到今也有400多人住伫咧收容所，当地嘛也有真侪志工咧斗相共。即阵民间团体、居民、学者就提出讲，望政府会当建立志工避难的指引。互即款热心的志工知影讲，会当去倒位避难。马太安房山1楼造成真严重的灾害。根据花莲县政府的资料，到10月初1，还有400多人住伫收容所。中国团体结合光复乡的居民甲学者，针对灾后应变的措施提出诉求。因指出，即个有真侪志工去斗相共，也毋过光复乡也是红色警戒地区，建议政府应该建立志工避难的指引。防空警报就是要撤离，但是我们政府好像没有教大家要撤到哪里。地方政府应该要有撤离的指引，告诉志工，如果听到防空警报，他应该要撤到哪里，千万不要让志工变成另外一次的灾民。另外，受灾居民嘛呼吁政府烂头清掉以后，除了建立短期的防灾措施，嘛要尊重在地原住民的文化，用理灾无离乡的方式，先去暂时安置所。未来若是有长期安置措施，嘛要和部落讨论。当你用粗暴的方式把部落分散，第一个文化消散，失去凝聚力；第二个族人的心理健康，他没有自己熟悉的人事物，他没有办法倾诉心中的痛苦。中国团体和学者指出，有的居民是做残人，因为这届灾害农地受损害，政府未来除了提供补助以外，嘛应该请相关单位评估土地是毋是会使搁种植，若是袂使，就要提供因食头路的机会。因嘛呼吁政府灾后重建要推出新措施的时，爱听在地居民的意见，才会当建立真正符合灾民需求的政策。记者桂宗林、林小凯台北报道。国卫院是分析新冠疫情期间的防疫表现甲超额死亡率，因为咱台湾伫咧早期的防疫是真严格，加上全面合作，伫咧34个研究的国家当中，超额死亡率比较较低。新冠疫情伫全球滚价已经有3年的时间，来安怎评估医疗甲公卫之间的互动，也有政策介入的重要性呢？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团队收集全世界34个国家3年完整资料，根据2022年已经发表的防疫指标，评估不同的防疫表现对3年期间超额死亡的影响。34个平均的超额死亡率分别是9%、14%、11%。防疫指标分数高的国家是比分数低的国家超额死亡率会较降低。台湾是属于防疫表现较佳的国家。那在超额死亡的结果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边前5名排下来的话，纽西兰、台湾、日本
丹麦跟澳洲这5个国家在这3年的平均皆是低于5%。各位院指出，台湾因为早期的严格防疫政策甲全面防疫的合作，防治做超额死亡率相对较低国家之一。因那2021年第3年，台湾甲其他国家比起来，奥密克戎病毒是慢2个月才开始传，虽然疫苗落来，但是其实甲其他国家的超额死亡率的表现真要紧。一直守到你的疫苗的这个施打覆盖率足够，这样的策略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值得，因为它是在一个利用疫苗已经比较成熟，然后利用我们的公卫体系把疫苗覆盖率拉高以后才开放。研究结果指出，勇健的医疗保健系统甲超额死亡率下降是真有关系。若要对严格防疫转向甲病毒做伙生存，疫苗的涵盖率爱悬，才会当较安全。因那后疫情时代，防疫的应对能力是未来真重要的投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医护人力是真欠，护理产业工会就指出，中国医药大学附属病院的麻醉专科护理师拢无够，病院说是无缩减手术的数量，现在咧要求临时加班，下班嘛爱抬兵，所以讲护理师就发起继续加班的行动。院方是干那表示讲，因拢袂勉强加班，工时冇下规定。中国护业门诊甲急诊客满真侪病人，不过却传出麻醉专科护理师因为拒绝正做血管医护，发起拒绝加班的行动。无麻醉师的时，是不是你的手术行程应该会比较不顺细啊？就是要协调沟通啊，多方沟通这样。对啊，不然他们太累也是不行的。不少病人表示，虽然可能影响开刀甲看医生的权利，不过希望院方应甲护理师继续沟通。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并且指出，中国护医的麻醉专科护理师人力严重不够，并且应该有207人，实际干内剩140人。不过病院无愿意减少倒房数量，互麻醉专科护理师被迫加班。病院每个月各有500加班班表，员工是被指定加班日，而且常常临时加班，值班人员下班爱过酒店回太平，身心压力拢到极限，所以发起拒绝加班的行动。我是很肯定同仁，他可以依法去行使他拒绝超时工时的权利，但是也期待院方可以落实善意的对话，以制度来解决问题。会同本府卫生局前往实施法遵访视，已经有就超时加班及加班费，还有就是强迫劳工以正常工作时间、劳动之情势予以辅导。中国护医用文字声明强调，未勉强加班，尊重麻醉专科护理师意愿，未直接排定加班班表，工时拢合法规。目前急都无受影响，长时间的手术会看情形进行调整。护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是认为，院方短期应该向看医资源或者是寻求请用保费，中长期也提出增加请人甲培育计划来进行。台中市劳工局会进行查核。然后超时加班的情形，会照劳基法来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尽管大港大厂联电放射是要求因的供应商1个月内都要到明年度的降价方案，而且要降15%以上，这就造成联电今仔日股票是有落小看啊。联电目前是敢若回应讲，无要针对细节加评论。对中国成熟制成的俗价竞争，今年大港大厂联电传出，这一通知供应商，按伫1个月内提出具体应执行的降价方案，至少15%，按算为明年元旦开始。联电车子估计也有红变好，小幅度的震动。市场上有供过于求的疑虑。第二个，本身的终端需求不是那么兴旺的情况，再加上竞争对手又来势汹汹，要求供应商价格往下调整，是联电不得不为的一个策略。在政策通知中，联电强调国际局势剧烈变化，能源价、原物料、物流等成本增加，对公司营运甲毛利率造成真大压力。那供应链应配合逻辑，未来第三型分配甲订单合作也是重要依据。联电表示，未针对供应商介绍细节评论。有专家认为，为摕到订单，供应商可能也是答应逻辑，不过幅度依然爱协议。最近伫半导体产业，外界高度关注，将对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
希望美台各自承担晶片一半产能，也就是55分。行政院副院长陈立群进前表示，未答应安尼条件。以台积电2024年的营收大概3兆新台币，那美国客户大概就占了2兆。那你要把美国客户的50% 移到美国，这个当然如果完全配合美国的话，我觉得对台湾的产业链一定会造成影响。产业链不只是台积电，甚至连这个相关的供应商都必须要去美国。台湾甲美国已经第5摆实体参详有关232条款安怎调整，是毋是伫美国设雷科学园区协助台厂投资？还个等行政院谈判小组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新竹香山有一间农场，内底是饲真侪古水的动物，便拿到休困日，都有真侪人去遐佚佗。不过经营到打3年外，煞是去互人讲是违法的做生意。业者是解释讲，因有提出申请，不过市府煞是拖拖嗦嗦唔好过。因就是到这市府是回应讲，一切拢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拿下面一点。摕草啊饲古水的羊啊，囡仔感觉真欢喜。这是新北市一间农场，民众只要买票就当入去佚佗。不过，就是这个行为，互市府认定是展出动物的行为，连续甲业者罚款7摆，总共罚125万。我们从112年的5月份开始营业，其实到一开始营业的时候就已经有被开罚，因为他市府那边认为说我们在农地上。然后做营业行为，可是我们其实养的这些动物都是法定的家畜家禽，我们会希望说，就是市府这边先了解一下，说到底其他地区的休闲农场他们的申请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步骤。虽然业者吹讲这些拢是家禽，不过内底饲的动物包括地鼠、羊、骆驼、回鹿等等，对相关管理单位来讲，煞唔是安尼。市府依动保法共裁处7次，合计125万元罚款。目前业者已缴清前6次的罚款，第7次罚款如逾期未缴，也将依法催缴及强制执行。这个亲子景点其实它不算是农场，它没有依法申请动物展演许可，它就进行了这个展演营业。经新竹市政府裁罚，然后逾期没有缴，才移送我们新竹分署强制执行。新的市府指出，目前农场申请到单，因为各有欠点是也未过关。准则农场已经6000罚款，所以去赶快针对营业项目进行稽查，要求业者做好相关的改善措施。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婚姻未了有一单，那像因为这电力设备上过久，昨日暗时熊熊断电，这就造成温爱水车超过12点钟袂芳，鱼也是死规窟的。这鱼便是讲因本地过几工就要收成啊，即阵煞是损失900万，会有台电就要赶紧甲设备换新。演习后，各德牌啊，将已经浮伫水面的死鱼勾去岸边。这单是伫云林县未了乡苦厝演习渔温啊。9月30暗时6点外，好亲像电力设施老旧，造成电线落去断电，地需拍空气的水车停将近12点钟，鱼啊煞一直死去。了上班过来接的啊，我咧鱼啊已经暗时伫中间就死啊。你安尼水车无拍几点钟？迄个时阵安尼几点钟？差不多12点钟左右啊。12点钟拢无放。对。啊，像安尼无放，安尼就规个拢变啊。电断去，我已经甲伊讲2年3年啊，电火条已经未闭混，已经闭到这严重啊。它就是那个水线脱落的线啊断掉，我规区都无电，所以我损失的鱼啊100-200万。演习后讲，渔湾饲真侪台湾雕草鱼大头鲢这鱼种，本来过无几工就会当收成，即马煞拢死去，造成100万损失，唔知要甲倒一个单位求赔偿。希望台电公司会当赶紧汰换老旧的电力设备。电线杆赶快换掉，无你互伊落去温啊，电死鱼啊，搁电死人是袂好的。其实我们已经有设计要改善了。那就像刚刚说到的，现场是养殖渔业的场所，它的道路真的非常狭小，那工程车辆进入会比较困难。那我们其实已经也安排10月中旬大概会过去做改善。台电云林区处表示，目前现场的电力经过紧急抢修，初中昼已经复电啦，后续会派工进行老旧设施的汰换。不过，因为电业是发供电设备特性甲运转维护限制，无法度保证永远袂停电。对用电袂使中断的场所，业者爱准备发电机来备用，避免造成重大损失。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绿色和平甲学者招聘小琉球、澎湖、南方四岛、台东三仙台对比20个创水点的选湖生态，发现这小琉球甲南方四岛虽然已经有规划这海洋的保护区，不过选湖依然是一直在减少，怀疑甲渔船的活动是有关系。从这一些调查的资料看到，即使在海洋保护区，也仍然存在有明显的渔业压力哈。那这一些现象就提醒我们，光是划设保护区哈，并不等于说这一些的海洋生态或自然资源就能够自动的获得保障。对这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小琉球甲澎湖、南方四岛的水域，有真侪选湖岛拢已经去互海草砍掉咧，甚至有的是已经白化死去。绿色和平就讲，目前小琉球的海域压力上界重，所以就要优先甲渔业管理纳入海洋保护区的规划，限制一寡带破坏性的渔业活动。桃园市府2023年咧推动航空城计划时阵，伫咧 A1、A2 的基地定修的过程当中，发现3种原生种已经强要断种的食物，这几年是拍拼咧复育，效果真好。捌到大南森林公园水池边的空地啊，种真侪食物，看起来甲一般的草啊真相像，但是涂骹刷插真侪有编号的枝啊，这全部拢是要断种的食物。桃园市府2023年推动航空城计划，伫 A1、A2 漂基地进行区段定修期间，发现长叶黄膏菜、异蕊草、甲金地螺3种原生的要断种的食物。这3年以来，伫2座公园复育有一寡成果。针对这个珍稀植物的部分呢，我们特别选在这个生态核心区，那可以避免人为的干扰，一般民众都不能进入。针对要断种的食物复育，工务局指出，这3种食物伫国内拢真罕见，其中异蕊草顶一个伫台湾本岛发现已经是30年前，市府甲林试所合作来复育，到今年8月，异蕊草的数量已经609丛。长叶黄膏菜有163丛，金地螺也有57丛。例行性的浇水及养护以外，还有针对珍稀植物的周边有做人工的除草，那这个部分可以降低一些外来种的一些干扰。工务局表示，今年7月完成的第3滴复育基地种植，也的种子也已经成功发芽。每年后年会执行第4地基地复育作业，做法是把航空城 A1、A2 的基地表图刷到复育基地，即叫扩大复育。除了互土白的种子伫基地发芽成长，进行数量的调查甲相关的研究，也推动环境教育，培育志工做伙守护宝贵的食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的台湾世界展伫咧中华举办，佮剩无10天就要开幕啊！不过中华展区关立图书馆到艺术馆头前的人行道，算是讲要到11月28才会完工。官府的回应讲，主要的路面路灯10月初5进前会完成，其他部分就等世界展结束了后，再过来处理。工人伫大一头卡无闲赶工，咧打人行道的地砖。今年台湾世界展伫中华举办，10月初10开幕。其中中华展区关立图书馆到艺术馆头前的人行道工程却也未完成，施工过时顶面，甚至写11月28才会完工。民众表示，这个所在为6月初施工较紧，唔知佫爱做偌久。然后这边蛮多车流量的，所以上下班的时候其实会蛮容易阻塞的。人行步道还没有整修好，我发现可能人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可能会有所不方便，甚至在停车上面会有所阻碍，甚至在塞车。官府表示，这个优先人行空间的工程范围是为中华市的东面街到关立图书馆、艺术馆，一路通到中山国小加高粱山庙。原本预定9月底完工，但是因为7、8月风台大雨影响，工程确实有延前。有部分路段伫世界展期间，敢来当成用旧的路面。彰化市中山路友善人行空间的这个工程，从东明街一路串联到古龙山庙。全长大概有800公尺，那主要的工项会在10月5号前完成，也会在设计展期间提供民众通行使用。台湾世界展春末10日就要开幕，官府强调，友善人行空间的主要工程，亲像是铺设新的人行道地砖、提升路顶的光线，拢会赶伫10月初5进前完成。世界展期间会暂时停工，互民众会当好好看展览。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
中秋节就咧要到啊，一寡社福机构协做月饼出来卖。不过嘉义县有机构是表示讲，今年礼盒是卖了无介好，订单比去年减3成至4成。拄烘好的往来酥，一磅一磅为烘箱烘出来，准备要来包装。外口阁有老师带着校员继续咧赶工生产。嘉义县民雄的落地里教育基金会，拢会配合中秋节送礼的需求，接订单来生产礼盒。不过因讲今年礼盒的订单状况无讲介好。大概往年的70%，因为台风，还有这次花莲的大水灾可能都影响大家大家都去帮忙他们，这个是应该的。我们台湾都是同一个命嘛，同命。另外一间伫竹崎的嘉义县精神康复之友协会嘛同款受影响。协会讲，除了景气无好，原物料起价以外，因为这段时间天灾影响，致使今年礼盒的订单嘛比去年减3成以上。去年是差不多40几万的金额，那今年只降到剩下20出头，24万这样子，订单金额不多。对社福机构来讲，中秋礼盒的生产，收入除了运用伫校园的照顾以外，嘛是培养校园自理的技能。社福机构表示，希望社会各界伫平常时也是当斗支持，互公益的烘焙事业会当加做照顾弱势的经济力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尼泊尔有一项传统，就是逐年过几年啊，就会选出一个细汉查某囡仔来做活女神库玛丽，也就是印度教女神的化身。虽然是受众人的朝拜供养，不过若到做囡仔头一届的月事来，就爱落任。结果落任了后变做普通人，啥物都袂晓，生活都是真大的考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数百名信徒客满街路，游行队伍伴传统音乐。迎接新一代女神库玛丽的诞生，2岁半查囡仔阿雅塔拉斯加为3名候选者中选出，已经正式得到册封。आर्य तारा साके उसलाई हामीले चाहिँ छनौटका लागि सिफारिस गरेका थियौँ त्यही अनुसार चाहिँ आज चाहिँ सिफारिस भएर यो आज यो पदस्थापन हुँदैछ।库玛丽被看作印度教女神，加来发生临产定时严格，爱确认囡仔健康，皮肤外貌完美无欠点，也爱接受黑暗环境的勇气测试。册封了后，库玛丽就会住伫寺庙宫殿的库玛丽之家，从此逃到外口无联络，双脚袂当落地行。面袂当有表情，只有伫宗教节庆才会当出门绕境，接受信徒恭敬的主持，一直到政治青春期来初经，才会当写进库玛丽回归还人。库玛丽传统起源伫17世纪，融合宗教甲文化代表，后产的查某囡仔甲家庭得到真悬的社会地位。不过也因为剥夺查某囡仔的童年甲受教权受到批评。即马规则已经修正，库玛丽会当接受家教教导，退位了后也有教育甲生活津贴。不过无论中回正常社会生活，甚至结婚生囝，拢无简单。即马尼泊尔社会对库玛丽的传统永远是真尊重。每一摆临产册封，拢是一项大代志的焦点。公司新闻是非常变热。即阵发展的人工智慧，嘛，互农业的出口大国荷兰，因的温室种植搁较提升。毋但是会当解决人工无够的问题，嘛会当降低病虫害，大大提升有机农作物的生产效率。无人机升空了后，伫温室内底飞来飞去，经由所在即个摄影机来翕作物每工的变化，并且用人工智慧分析这资料，互农民会使更加紧来掌握作物的情形，提悬温室栽培的生产效率。国土面积甲台湾差不多大的荷兰，用先进的温室农业生产的技术，长期是全球农产品出口大国。机器需要真侪能力甲经验，才法度甲病虫害检查甲看出来工作，就用人工智慧来代替。It helps a lot because we detect the diseases in a very early stage. So when you have detected it in an early stage, you can take action and to remove the disease very early because before it spread out of the whole greenhouse. 这间荷兰公司本来只想要甲房间内底蚊仔赶走，互人去口困的。不过，真拄好机会之下，进入温室生产领域，经由人工智慧分析图像，协助全球客户用生物防治的方法，尽管效率来生产有机的农产品。This is our POTC monitoring system. That system is keeping an eye on the airspace of the greenhouse in the night.
So anything that flies through the view, we see, and we start to determine what insect are we looking at. 另外一间上快来自荷兰的公司开发手机应用程式，让农民会使家己翕规盘油菜，再来经由人工智慧30秒快速分析油菜的存活率，包括降低过去用看的方式来判断的生活率。人工智慧的发展及应用越来越普及，也有助于未来园艺业提升生产效率。公司国际记者荷兰阿姆斯特丹报道。带大家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变化。北部地区28度到36度，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28度到32度。华岛地区28度到3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